多谢博瑞，所以要带乡亲来去食好料的米其林指南。今日公布6月份新入选的餐厅，总共8间，伫台北、台中甲台南，其中有4间伫台北、台中甲台南各有2间餐厅呢进入这个榜单。上界特别的是，台南有一间伫铁厝内底在地飘香经营超过半世纪小食店阿辉乌冷嘛有日本，伫台中有2间日本的餐厅，嘛是拢评价这个面点啊，另外包括日本式的法国式，还是素食餐厅，拢有日本。若讲到米其林美食餐厅，差不多真侪人的头壳内底都会出现这种高级酒类餐厅料理。不离个伫咧2024年6月。乌冷烟肠含米肠是韩甲香公香，这炭火特别的香味随浸起咧片空内，头家是培养甲大粒干、细粒干。20几档啊，从我国中开始食，因的乌冷吼，真在北，真真材实料，哦，路佫无贵。卖啊，卖个米其林啊，来啊，该排队爱迄落是啊，阮拢无通食，拢外地要来食。互人看到是脆烂、口流，若米其林评审员评鉴了后讲，这煎乌冷含用茶鱼类的乌冷一定爱食。这烤炉吼，这个距离吼，甲你的火团的温度吼，爱配合啦，不可思议。这间伫咧台南当地做超过半世纪，用铁片厝落大店面，烧个大火，好做味，互米其林评鉴员食甲心火开。同款伫咧台南地区摆着顶的另外一间是素食餐厅。800款的素食料理，口味是亚洲风味，新鲜食材佮掺特别的料理手法，互爱食肉歪嘴鸡嘛甘愿行起来点来食。伫咧台中，江浙苏都料理秀球，另外讲过像满方便面馆、发港车，两间餐厅的介绍拢未开。这回米其林入选的餐厅嘛真特别，传统的早顿店软实力，用2片得到人客心。另外有名的都市西联名建造的法国料理菌粉，都市肉带伫咧法国的看盘，还有菜单逐工换新的日本料理。6月北中南拢总有8间进入新入选的餐厅，民众闹行会当过食看卖。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